上期我哋睇完社區周邊嘅交通環境，咁今期我哋就嚟講下老友記最關心嘅醫療情況。咁順輝嘉華周邊嘅醫療配套究竟係點呢？我哋一齊嚟睇睇啦。順輝嘉華周邊嘅醫療資源豐富，到中山市中醫院呢，只需要步行5分鐘，就診相當方便快捷啦。中山市中醫院作為3甲醫院，佢哋擁有先進嘅醫療設備同埋技術。咁對於我哋啲老友記嚟講呢，最緊要緊係仲可以使用香港嘅醫療券啦，專享醫療券綠色嘅通道同埋優質服務，點都比喺香港排隊舒服啦。咁依家就等我帶大家去睇下醫療券嘅成個使用流程啦。第一步，門診身份認證，提前喺中山市中醫院 Apps 進行建檔，然後前往門診1樓大堂便民服務中心嘅香港長者醫療券服務點，提供香港身份證、通行證同埋門診卡進行登記。第二步，掛號，登錄中山市中醫院 Apps， 點擊門診預約，選擇科室同埋醫生進行預約掛號，亦都可以去到中醫院門診1樓大堂嘅便民服務中心掛號嘅。第三步，睇醫生，睇病嗰陣呢，要主動同醫生講，要用香港長者醫療券嚟支付相關嘅服務費用。第四步，結算，醫生開完單之後呢，去門診1樓2號窗長者醫療券結算窗口進行結算嘅。咁收費處會幫長者申報醫療券啦，長者只需要確認簽署醫療券同意書，再攞到醫療券使用記錄，就可以完成相關嘅費用結算啦。第5步，攞藥，最後去取藥窗口攞藥就得啦。咁除咗可以使用醫療券，中醫院仲係港澳藥系統指定嘅醫療機構，咁就意味住睇病可以使用國際先進嘅藥物同埋醫療器械。香港老友記喺屋企門口就可以用到香港嘅藥物同器械，唔使再跑返香港，認真方便啊！中醫院仲設立咗好啱我哋老友記嘅醫學科嘅，比如老年醫學科同埋睡眠醫學科。老年醫學科擁有一班資深嘅醫護專家同埋先進嘅中西醫設備，針對香港長者最關心嘅常見慢性疾病，例如心腦血管疾病啦、糖尿病啦、骨質疏鬆同埋記憶差、失眠、頸腰腿痛等等，尤其係2種以上疾病嘅長者呢，係唔需要多科就診嘅，一個科室就可以滿足晒大家嘅需求啦。而針對長者最常見嘅睡眠障礙問題，睡眠醫學科採用全球最先進嘅多度睡眠監測系統同埋中西醫結合診療技術，精準診斷慢性失眠、合併焦慮抑鬱問題、睡眠呼吸暫停以及慢性間斷性缺氧相關疾病，為長者提供一個安全、個性化嘅睡眠健康管理服務。順輝嘉華除咗鄰近中醫院，社區內仲設有健康管理會所，推出10重醫護保障，配備港醫港藥服務平台，支持跨境救護車轉運，全方位咁保障長者嘅健康。順輝嘉華港人安老社區，安全健康，家人放心，樂享快樂晚年。